当来看咱国会这款修法的复议案，拜五就会表决。民间团体对6月19开始连续3天，搁在伫咧立法院外口发动青鸟运动，这投毒者过道现场有落雨，不过现场民众拢无离开，这连续互现场待记者郭碧君来看上新的情形。 是记者今麦伫咧立法院边仔的青岛东路，行政院对立法院3读通过的国会改革相关的法案提出复议，为今日开始到拜五，伫咧立法院才会进行复议案的相关的表决。对这个国会改革法案，有记录的民间团体是招民众搁再行上街头，对这寡国会改革的相关的法案提出反对的声音。因若伫头拄开始，头拄台北市过道了后，是有开始落西北雨，不过伫咧落西北雨了后。 现场的民众要是野雨伞清雨满，无愿意离开。咱来看早前的画面。我们当然支持国会改革，我们支持任何一个对台湾民主有帮助、对国家发展更好的改革案。但是现在蓝白所推出的法案，不是好的改革，它是一个滥权法案，它是一个可以影响到我们个人的隐私、影响到公司营业秘密的滥权法案。这不是一个好的国会改革。复议案。 不要维持原决议，我们希望可以从长计议，邀请更多的公民团体，让更多的专家学者的意见纳入，让国会改革更完善。这是我们今天。会使看到舞台顶在咧举行台湾民主主题的演讲，这3天在咧青岛东路遮，阁有济南路迄边，拢有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、民间团体会来演讲。主办单位表示，即摆是休热期间，因会招休热学生，阁有所有的民众，这3天做阵来到现场，上这个珍贵的台湾民主课，学习新的物件，也守护台湾的民主。另外，国民党立委王宏伟表示，伊也借着拜五青岛东路另外一边的路权，到时会就支持国会改革相关法案的民众，最近来到现场表达因支持的声音。以上是公视台记者来自立法院的连线报道。